观众朋友你好，今仔日是11月23，欢迎收看公司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华分园有一座电塔瓦到的是导火爆炸，不过火烧详细原因搁爱调查。受到香港反送中和禁和民法争议的影响，一寡少年人决定投入区议会选举。有中国间谍向澳洲承认中国一直插手台湾的选举，蔡英文回应个人就爱小心。中华分园有一座伫关岛139线50公尺悬的电塔，我到的时熊熊导火，搁请真侪乌烟，现场是无人伫遐顾。消防人员是确定电塔完全断去了后，才敢入去抢救。不过火烧详细原因搁爱调查。经地下响袂煞，远远一座50公尺悬的红白铁塔，冲出浓浓的乌烟，直冲天顶，甚至几摆传出爆炸声音。靠近一看，电塔本身已经着起大火。上顶悬倒落来啊！边仔民众一直讲可能电线走火的。消防人员接报了后，赶到现场，也毋过唔敢贸然靠近，因为电塔还未断电。电啊断啊！但我确认者，我确认电。半点钟了后，工作人员赶到关掉电源，消防人员开始爬上悬的所在，先提打粉灭火器，拍化眼前的火势。另外一边会当看到工作顶也咧导火，好佳在经过抢救，火势初步得到控制。有没有人受伤哈？没有，这边没有人驻守。起火点都在塔上的电线，是不是？就是塔上铁塔，那沿着电线燃烧。这处位伫中华分园139关岛上的微波高塔，是台视公司租予广播电台作为基地台。至于详细导火原因，也要经过消防单位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香港伫明仔载就要举行区议会选举，18区总共要选出452个区议员。香港即摆情势是安怎嘞？咱公司第一台就派记者陈杜军，嘛有上新的观察，咱做伙来看。为明仔早起7点半开始，400多万的香港民众会使用因手中的选票来表达出因的意见。其实香港区议会选举有一点亲像咱台湾的选里长，选出来区议员会使对地方的事务提出建议，也毋过无啥物实际的权力。今年的登记选民是比4年前增加将近40万，其中有将近6万人是18岁到20岁的少年囡仔。有上千名的参选者，每一区拢至少有2个，拢有竞争的对手，已经无像以早有的所在只有1个人出来参选，会使主动当选。嘛，因为这届区议会选举对明年立法会议员的选举，跟2022年香港行政官员会有影响，所以特别受到大家注意。到底是亲中的建制派，还是民主派，才是香港意见的主流。这2天香港的街头是真平静，因为大多数的香港人嘛希望明仔载的选举会使如期来进行。中国媒体嘛讲，北京方面嘛是安尼希望选举会使顺利进行，减少风波。以早全香港有600多个投开票所，每一个投开票所拢甲配1位警察，也毋过明仔载会配2位防暴警察、1位消防人员、甲2位民安队员，各有1位保全。目前伫区议会内底哦，亲中的建制派占超过70%。明仔载选举了，敢会啥物大变化？公司记者陈淑君、刘老师会伫香港继续帮大家观察报道。有一寡香港的少年人，因为经历香港反送中，决定要投入选举，要突破这个制度，改变香港。那香港民电的召集人任祖杰嘛表示，区议会选举就是要让世界看到香港人的选择。拍拼法律团队28岁，姜正琪是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原本伫新创产业工作，一直到反送中运动发生，看到香港的社会不安，决定要投入区议会选举。因为老人家会觉得年轻人出来都是搞事、搞破坏，我就是想带这个 message 进来这个演讲的地方，告诉给大家听，我们年轻人也想为了香港好，想为了社区好。姜正琪所参选的油塘选区，大部分都是年岁较大的人。现任的区议员属于建制派，得到高度的支持。少年人头一摆投入选举，其实挑战非常的大，也不过也带来一寡新的气象。候选人在我们这区，就是以前都没有可以选择，开始会见到比较多年轻的其他的候选人了，所以就
对于我来说，我是比较支持不同的声音的。近来反送中运动，警察甲示威者几啊摆爆发冲突，几啊间大学搁较变成战场。蒋正奇对母校中文大学做着破坏，感觉非常贴心。不过，伊认为少年人无应该失志，你是爱做寡改变。我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只有我们才能改变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就是香港人，香港人就会把握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自己的社会的问题。这摆开议会参选人数比顶届增加不少，进前北方攻击的香港民电召集人金主杰嘛投入选举，伊也阁吐着关影，认为这摆选举都是要向世界说明香港人选择的机会。这一期区议会选举就是让所有人都可以有平等的机会，透过这一次投票，告诉全世界，香港人对香港的未来做出了什么选择。因为近来发生几啊件候选人被攻击的事件，也让选前气氛显得较低调。上街啊，宣传的人无多。拜二投票时间是为早起7点半一直到暗时10点半，等15点钟。不过各种可能取消还是延期的传言不断，也让区议会选举充满了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在美国提出台北法案了后，美国总统川普将资深的国务院顾问惠顿2日出席智库研讨会时，嘛表示，美国参议员克鲁兹最近要提出台北主权向定法案，包括让台湾的军人会使穿制服去美国访问，佮要取消针对中华民国国旗、徽章这寡代表主权的限制。Senator Cruz is introducing something called the Taiwan SOS bill. That stands for Symbols of Sovereignty. It's kind of a mouthful. And what this will do, it won't do everything that I just advocated, but it would peel back some of the extreme insults of Taiwanese that are inflicted by this one China policy protocol, such as when Taiwanese students are at West Point, it's really easy to figure out who they are because they're the only ones there who are not allowed to wear the uniform of their country as exchange students. 惠顿表示，这个台湾主权向定法案会使达到改善台湾政治和外交的地位。惠顿嘛建议讲，令你中国若欧洲台湾一个邦交国的时，美国就会使派一位官员来台湾访问，当作是反制方式。佮建议爱让台湾总统和外交部长来华府访问。针对澳洲媒体报道，导航的中国间谍提供真侪份中国插手台湾选举的资料，蔡英文是提醒国人要爱小心注意。赖清德伫咧台南造势时嘛讲，若中国要占台湾，咱大家就爱勇敢拒绝。为了替民进党籍的花莲地位参选人萧美琴造势，总统蔡英文这个月已经第2摆来到花莲徛台。面对选情困难的换拿大票仓，蔡英文爱花莲民众收看卖萧美琴的重要性，也宣布明年将条款予以津贴。0到6岁的小朋友的照顾从200亿的预算一直提升到600亿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提升了我们这个公共服务的这个部门，包括幼儿园准公共化还有这个托婴的跟保姆系统的建构。总共我们大概120万人嘛，一年增加3万块嘛，这增加36亿嘛，大概是安尼。我们甚至也考虑可能在排富条款也要做一些调整。若选情增加政策力度，对澳洲媒体报道中国间谍投降后，提供几分钟将政治干预台湾选举的资料，蔡英文提醒民众需要谨慎细疑。在台湾参加造势活动的副手赖清德是呼吁民众看卖香港，想看卖家己。中国要影响台湾这一次的大选，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每一次的重要的选举都有看到中国介入的影子，而且这个越来越明显。咱和香港无共款，中国若要来摕台湾，一定要经过咱的同意，你讲是啊？唔是啊？上介好的方式是安怎？向中国讲咱无爱。蔡英文中到时一离开花莲，前往基隆宜兰继续复选行程，选前剩49天，各种政策加统独议题哪来哪给的？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传出中国的间谍，甲澳洲政府承认讲，中国是指示爱插手台湾的大选。去年选举，佮把关键予韩国瑜，不过韩国瑜伫今仔日是严正否认，强调这个是咧甲伊抹黑。伊佮讲，若有摕到中国105银，就会退出总统大选。一路车就予支持者包围条，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继续伫台中行透透，下晡来到台中大雅参拜。
不过，澳洲媒体报道有中共间谍向澳洲政府讲，北京当局只是干涉台湾大选，是不是在去年的9合1选举就已经暗示韩国瑜，并且捐款，让韩国瑜否认公办屋的第2粒铁柱炸弹已经爆发了。2018年县市长选举，我选高雄市长，不要说2000万人民币，我有拿1块钱，共产党的钱1块钱，我辞掉高雄市长。今年总统大选，我有拿共产党1块钱参选中华民国总统，1块钱就好，我立刻退出总统大选。韩国瑜强调，若是有摕到对方的资助，会马上提出总统大选，更加怀疑这名涉案的强谍应该到台湾提出证据来证明，无应该透过澳洲媒体放话，也呼吁国安局甲司法单位应该专案调查。除了澄清以外，对着蔡总统增加有力津贴，韩国瑜也表示赞成。如果蔡英文总统要学习我们这个政策，只要能够帮助台湾少子化的问题能够解决，我也欣然乐观其成。看到蔡英文总统愿意跟着我们的政策，我非常高兴。规工台中行透透，韩国瑜除了最过母替共党立委参选人有声势，甲副手张善政也伫早前伫主地兵林家书的场合头一摆2个人来合体助选。电南宫董事长颜清标也伫后生的造势场合为国民党政党票来催票。谢谢各位，我较无欢喜，我较袂爽，看到这面国旗的民主，一定爱支持政党票，一定支持国民党，好。颜清标呼吁全力相关政党票，才有法度互韩国瑜好做代志。也选举党内红乌派已经整合，要甲韩国瑜甲张善政送入总统府。记者综合报道。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去高雄替立委的参选人加油。针对目前第3势力要合作争取国会10处，宋楚瑜是讲，伊愿意替别党的参选人徛台。若郭台铭是头摆替国民党立委参选人徛台，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就证实是伊请郭台铭到府选。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前脚拄走，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就接力就台，为国民党立委参选人徛台。吴敦义证实要密会郭台铭，请伊帮忙辅选。是不是能拜托你来帮韩国瑜同志，让他能够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同时，我们有区域的立委，如果你方便的话，也请你能够帮忙一下。郭台铭用行动辅选拿下立委参选人，不过今时也将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徛台辅选。郭台铭强调，甲吴敦义见面是要解释为什么填郭家军土城立委参选人，其他拢是吴敦义过度解读。至于总统蔡英文淡出连到6会由国家爸母当支持，上早提出这项政见的郭台铭，都跟各界安尼做。他不是要花多少经费，而是台湾没有未来的人口，台湾就没有未来。这是一个国安级的问题。现在很高兴呢，这个2党都重视这个问题，所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推荐好的立法委员进到国会。郭台铭更加提出升级版，强调唔来国家持，也爱健康体力持。这项政策会由伊支持的立委参选人帮忙伫国会实现。那郭台铭辅选南委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再去到高雄为亲民党姓名立委参选人加油，也表示愿意为第3势力其他友党徛台。比较刚刚开始创立的政党，我愿意为大家一起好好来服务。只要我们坚持的是自由民主的方式，而不是用情绪绑架勒索的方式。补选之外，针对家己的两华看法，宋楚瑜表示，两华关系应该坐落来讲，伊也向中国发挥台湾土生活人支持两华和平，唔通让伊受到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铁今仔日是落南替立委的参选人徛台，不过头一站去高雄的基美地区参拜，现场的民众包括庙方煞干那数十个人。郭文铁是表示，因为活动伤过早，而且无甲人通知，伊是讲袂烦恼无人气，坚持讲无爱开钱拼场。早起9点，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到高雄旗山，为党内基美地区立委参选人罗鼎成参加当地庙庆活动。也毋过现场包括庙方干部只有数十人，人气大减。郭文铁事后澄清，单纯是因为到的时间伤早，也无通知别人。人没有特别去call来，这蛮正常的，因为伤早起的。那个大部分他那个活动是到中午才开始吃完，人才会来。所以主要去拜访那个主委啊，那一些主任委员。
无烦恼小党边缘化，国民党强调小党行温馨路线，唔免开大旗拼场。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韩流感是也降温，伊认为也是有核心支持群。他的支持者哦，所谓的铁韩轮还是硬度还是蛮高的，所以他大概是一个很核心的支持群啊。那至于可以扣分的，大概差不多了，大概就是这样。国民党23号开讲伫高雄台南两地走，为第一名参选人受政绩挂彩带，陪咧走行程，也向选民发话：台湾政治唔免讲空话，若讲无想要斗哪力，就投互民众党，积极为第三世代创造空间。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继续在抗争，台湾的大学嘛协助香港的学生来台湾进行短期的访问学习。目前申请去台大上济是183个香港学生。台大表示，宿舍目前是有够大，教学资源嘛未受影响。香港抗争哪烈，大学也成为战场。台湾几间大学顶礼拜经表示，提供伫香港的大生返来台湾甲港生来台短期学习。台大因为世界大学排名甲香港大学华金上受欢迎，到22号已经有612人提出申请，为香港返来大生299人，港生183人，陆生74人，其他国家学生56人。我相信同学们都有他自己的考量，因为毕竟要花1个月的时间在台湾生活，对学生或者学生的家庭也都会有一些经济上的负担。但是相对来讲，因为我们不收学杂费，所以这方面的负担是完全没有了。考问生制度已经真侪年，也毋过为了和香港11个姊妹校合作，台大即摆采专案处理，考问生唔免交学杂费，唔免期末考，即2月初开始随便付托到明年1月3号。台大也强调，宿舍只提供港生数量够，教学资源无受影响。对学校的措施，台大师生大部分拢支持。常常是学生，然后他们有困难，然后我们又有这样的地缘关系，就是我觉得做这样的事情应该算是蛮合理。我觉得还是释出善意吧，因为真的要抢学生之前也可以有很多方式啊，就是没有必要等到真的发生这种事才说要收香港学生证。一样就是邻居有难，然后大家提出一些可能性或者是机会给那个邻近的人而已。台大头一批审查完的入学通知书已经伫22号拜五以电邮寄发，同时由教育部协调驻港单位协助处理签证入台。台大指出，希望学生后学期会当转到家己的校园。若真正有需要，后学期正式访问生的申请期限已经为10月30，延到11月29。学生若申请通过审查，欢迎留落来。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禁和平法为限制站台，引起中国政府真不满。香港高等法院伫昨嘛颁布7天的临时暂缓令，表示禁和平法到这个月29进前，也是有法律的效力，嘛互港府会当继续上诉。不过，香港泛民主派的议员就表示，对法院的判决是真失望，认为这违宪的法令连1天都唔通去实施。进前，香港理工大学变做战场，香港警察甲后面穿乌衫的人看做暴徒，拢甲抓起清场。也毋过禁和平法进前，互香港高等法院裁定违宪，在法律上赢得真少看胜利。也毋过随即遭到中国人大强硬来护决。香港高等法院2日颁布7天臨時暫緩令，一直到港府離稿提出上訴。我哋認為一條違憲、違反香港人權嘅法例，一日都嫌多。蒙面法根本上係完全無助於解決而家香港嘅社會爭議。我哋喺度再呼籲就係特區政府唔好再嘥納稅人嘅錢去上訴，或者去申請延長呢個暫緩執行令。泛民主派議員表達不滿，強調若是港府一定要上訴，也是申請延長暫緩執行令，民主派奉陪到底。另外，美國參眾兩院進行通過香港人權甲民主法案，就等美國總統川普簽署。也個川普確實講出，若唔是影響是軍兵來開稅，香港恐驚在14分鐘內底被完全來消滅。美國總統嗰番説話咧，我第一次聽到嘅啫。我哋成日都強調咧，我哋香港本身咧，特區政府咧，我哋係有信心、有決心、有能力，係用我哋自己嘅力量咧，係處理翻呢個今次嘅一個事件。我哋最終咧有信心，我哋走出個困局。亦都係跨過呢個風暴嘅。不過，中國官方媒體環球網是刊出評論，將香港問題全部怪罪美國，認為香港亂局自頭至尾攏是美國所製作出來，認為美國通過香港人權甲民主法案是早就已經設好局。
不过，礼拜香港要举行区议会选举，为了确保选举会用顺利来进行，香港政务司长张建宗强调，会伫每一个投票站派出2名防暴警察，同时也有告会争取红色磅空下禮拜一來通車。 爭取喺下星期咧，但可以通到車。而家我哋有300幾個同事喺度咧，不斷係搶修，希望能夠搶修到，例如有啲嘅其他嘅設施啊、電子熒幕等等咧，係真係我哋趕到有幾多得幾多。另外，伫這個月12日，最激烈抗爭戰場遭受真大損害，香港中文大學也宣布，下禮拜一，也就是2號，學校內底所有部門會恢復運作。記者綜合報道。繼續關心國際消息。 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伫咧23半暝就到期啊！南韓伫咧22暗協商了後是總算讓步，通知日本撤回終止協議的決定。不過南韓強調，這只是暫時，繼續協議隨時會當終止。 우리 정부는 언제든지 한일 군사 비밀 정보 보호 협정의 효력을 종료시킬 수 있다는 전제하에 2019년 8월 23일 종료 통보의 효력을 정지시키기로 하였으며 일본 정부는 이에 대한 이해를 표하였습니다. 伫最所面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進入最後階段嘅時陣，伫日本答應會對南韓限制出口嘅商品進行審查了後，南韓總算宣布要甲終止最所面決定撤銷，嘛代表協議會伫23號飯點開始繼續生效。另外，賣暫停，因為貿易問題向世貿組織 WTO 提起嘅申訴，韓國政府嘅公告，讓南韓民眾真不滿。 외교적인 그런 압박이나 이런 거에 의해서 굴욕적으로 사실은 지금 백기투항했다 이렇게 봅니다. 그것에 응하는 것은 사실 주권국가로서 그리고 자주 국방을 하는 나라로서 전혀 올바른 판단은 아니다라고 생각을 합니다. 因為美國戰爭一直呼籲日韓雙方應該愛改變態度，強調面對北韓的飛彈威脅甲中國的影響增加，最重要是維持美國、日本、南韓合作的重要標的。對南韓改變立場，日本首相是表示理解。日韓、また日米韓の連携協力は極めて重要であります。それは私も繰り返し申し上げてきたことであります。今回韓国もそうした戦略的観点から判断をしたのだろうと思います。南韓國防部人士認為，這個決定對穩定朝鮮半島的局勢加地區安保合作有幫助。不過，繼續協議只是暫時的，未維持相長的時間。日韓雙方咪對日本的出口限制繼續協商。記者陳松報道。明仔載天氣是好也是歹，聽你定預報你就知。北部地區20度到27度，中部地區20度到29度，南部地區21度到31度，東部地區21度到28度。 離島地區19度到26度，還有未來3天的氣象。新聞最後帶你來倫敦行行看看咧，感謝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聞，我是李婷，咱再會。